在《楚乔传》中，宇文悦坠入冰湖，生死不知后，楚乔又与燕勋翻脸，险些死于燕勋之手。因为宇文悦和萧策的暗中配合，才能逃出升天。那么，时隔多年，两人再次见面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小两口打情骂俏逛中原，宇文悦恢复身份，回归大魏。话接上回，在楚乔和宇文悦聊了整整半夜之后，两人还是分别回到了自己住的地方，宇文悦则是回到了自己的驿馆之中。本来两人约好第二日一同逛街，但宇文悦彻夜无眠，等到了第二日早上，却依然等不到楚乔上门找他，所以他也有些赌气，自己偏偏不去找他，看楚乔什么时候来找自己。但是宇文悦一直等到了太阳下落之时，楚乔依旧是没来到驿站。最终宇文悦按捺不住了，孤身一人就上了他的门。但是在推开门的那一刻，宇文悦却看到了楚乔依旧在蒙头睡觉，这让他顿时升起了一股怒火，将冰凉的手直接贴在了楚乔的脸上，这才让他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。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吗？宇文悦一脸严肃地看着楚乔，而楚乔刚起床，脑袋也不太灵光，只是有些严肃地看着面前的宇文悦，似乎是在抱怨他打扰了自己的美梦。宇文悦看到了楚乔严肃的模样后，硬生生地将口中的话给咽了下去，骂又骂不得，宇文悦便打算直接转身去别处，但刚起身就感觉衣襟一紧，楚乔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衣角。天怎么黑了？楚乔揉了揉眼睛，突然发现整个屋子已经暗了下来，而宇文悦此时却并不想理他，起身将蜡烛点亮。你来做什么？楚乔稍微拢了拢自己的头发，虽然想起了昨晚的事情，有点不太好意思，但还是嘴硬的说道。不过话音刚落，整个屋子便瞬间安静了下来，因为他也知道自己这句话说错了。目前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些难以回答这个尴尬的问题。你来咸阳做什么？宇文悦依旧皱着眉头问了一句，这才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尴尬场面。我就来办点事情。楚乔此时故作镇定地说道，他可不能说自己是专门来找他宇文悦的，还走到咸阳后不敢去找了，这也太丢人了。可办成了？宇文悦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，依旧神色平淡地问道，差不多了。那什么时候走？就这1-2天。1-2天？那是明天还是后天？随着宇文悦一步步的追问，楚乔也不得不继续按照这个谎言说下去，但也稍微被宇文悦逼得有些生气，语气开始不善起来。明天。听到这个回答后，宇文悦安静的点了点头，而此时楚乔也抓住了机会，将宇文悦刚才问自己的问题全部问了他一遍，这倒是让宇文悦忍不住在心中笑了起来。2年不见，这个小狐狸也是越发的狡猾了。不过他还是不动声色地说道，自己只是来游玩的，需要过几日才走。说完这些话之后，宇文悦便起身向外走去。既然你明天就要赶路，那今日就好好休息，我不打扰了。说罢，宇文悦就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。在他一只脚踏出门槛的那一刻，楚乔终于忍不住站起来喊道，站住！听到这句话后，宇文悦才回过头来，神色依旧平静地问道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此时楚乔也只能愤怒地瞪着他，心想这宇文悦一定是故意的，但还是微微低下了头，用着极小的声音说道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急着要走。听到这句话后，宇文悦便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，然后拿起了一旁的衣服扔给了楚乔，快书写，今天中元节比昨天还热闹。此时的楚乔已经彻底地被宇文悦给拿捏住了，就像是之前一样，宇文悦总能想到楚乔在想些什么。在这次出门之后，楚乔只感觉心情大好，这2年也从未有过这种感觉，所以在街上看到一个小乞丐后，更是直接大手一挥，给了他10钱金珠，然后就拉着宇文悦四处的找吃的。本来宇文悦已经安排好了此地最有名的酒楼，但楚乔却只想吃路边摊的面条。宇文悦无奈之下，带着楚乔随便的吃了点东西。而在2人吃面的时候，也遇到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事情。那些小乞丐们见到2人都如此的大方，便也纷纷讨要起了吃食，甚至还有一个12、13岁的小乞丐向宇文悦要起了酒。店家，给他1坛酒，不要掺水的，他要是喝不完，你直接揍他一顿，然后送去见官吧。宇文悦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个兴高采烈的孩子，一些酒钱他根本不缺，就是想让这孩子试一试，不然他永远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不吃一次亏的话，永远不会长记性。而楚乔看到这一幕后，也是微微一愣，吃一次亏的话就能够长记性，
他宇文玥在他这个又吃了多少次亏呢？怎么还是不长记性呢？正想着这件事情，楚乔便突然感觉到了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，随即就是鞭炮的声音在他头顶响了起来。宇文玥也眼疾手快的一把将楚乔拉入了怀中。怎么样，伤到了吗？宇文玥此时连忙查看楚乔的脸，发现稍微有些红之后，便立刻愤怒的看着放鞭炮的那个酒楼，恨不得将其拆掉。而楚乔发现了宇文玥的怒意之后，也连忙说道自己并无大碍，生怕他做出一些让人惊讶的举动。女人的脸有多重要，偏你不在意。宇文玥不冷不热地说道，然后就放开了楚乔，径直地向那个店家走了过去。2年不见的楚乔和宇文玥感情似乎更加深厚，这对久别重逢的小情人又会有怎么样的故事呢？我们话接上回。你竟然这么记仇！看着宇文玥从酒楼出来的身影，楚乔也是有些啧舌地说道。想什么呢？我是闻到了里面酒香浓烈，打算明日过来吃饭。宇文玥眉毛扬了起来，顿时让楚乔十分郁闷。为什么每次跟他说话，自己都处于下风？因为吵嘴始终都吵不赢，楚乔也只能皱着眉头跟在他的身后，却看不见宇文玥的眼角缓缓升起，展现了一丝得意的气息。这一路上有不少的商贩主动的上前给宇文玥推荐一些花和首饰，让他买了给楚乔戴上。所以随着两人走完一条街，楚乔的身上已经多了很多大包小包，跟个小丫鬟一样。这也让楚乔不禁皱眉，怎么10多年过去了，自己还是他的丫鬟？就这样，两人不知不觉的再度走到了楚乔遇到宇文玥的那个榆树之下。这些日子，楚乔也逐渐的清楚了当日的局势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其实，在他被萧策救回去之后，西魏曾7次给大梁去信，要求萧策交出楚乔。燕巡也时刻准备着向大梁发兵，准备将楚乔夺回去。甚至西魏的魏光亲自出面率军前往了大梁，不断的给萧策施加压力。虽然全天下都知道西魏不敢在这个时候对大梁真正的发生军事冲突，却也让大梁国内对于萧策非常的不满，甚至还有不少人打算冲入宫中，要求将楚乔这个红颜祸水给交出去。而当时的萧策也顶着巨大的压力保住了楚乔，甚至也将秀丽君给保了下来。这倒不是萧策要跟大魏公然决裂，而是那位青海王突然打出了大魏的旗号，派遣了使者给大魏送去了8000里堪舆图，投靠了王庭，这才解除了燕巡的危急。也因为这件事，才让天下的人知道，原来这位青海王就是那未死的宇文玥。在楚乔了解了这些事情后，之后发生的事情也就能推断出来了。宇文玥回到帝都之中，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宇文家的支持，成功压倒了魏光，成为了大魏的参军大司马，自然也就压下了对于大梁的军事策略。只是楚乔到现在还不清楚宇文玥到底是如何活下来的，又是如何成为青海王的。但这些对楚乔来讲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宇文玥活下来了。宇文玥，我原本以为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楚乔看着宇文玥，温和地笑了起来。他还以为这一生再也没有机会偿还宇文玥的恩情了，但宇文玥却并未回答楚乔的话，只是安静地看着那个湖面。在沉默了许久之后，宇文玥便伸出了双臂，抱住了楚乔的肩。谁让你还了？此话一出，楚乔再度不争气地哭了起来。他从未感觉到自己竟然如此的爱哭，这2年似乎流干了一辈子的泪水。就这样，楚乔安静地依偎在宇文玥的怀中，静静地闭上了眼睛。平生的第一次，楚乔感觉到了那些喜悦竟然离自己如此之近，似乎自己呼吸之间就能够触碰到这些喜悦。宇文玥，活着真好。楚乔突然抬起了头，冒着鼻涕泡，对宇文玥傻笑地说道。这句话也听得宇文玥心中一痛。也许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比他们2人更为理解这4个字的含义了。是啊，活着真好。在这个新年里，一切都展现出了新的生机，只是接下来他们依旧会遇到更为艰难的事情。那么楚乔和宇文玥会再度的分开吗？我们下期再聊。